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请咱同心来吟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大家自己欢喜，乐上帝这声言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的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角万物，乐披悲演跟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日头出现大光满天，日落月出来照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地千神拢总欢喜，天的小囝袂当生气。当心当心，好在上帝眼望无天，乐披悲演跟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逐日保守阮，赐互阮到家的稳定。阮的一生总是会犯罪，尤其是伫阮还未认捌你的时，怜悯疼痛的爸，你讲忧伤痛悔的心，你必定无看轻。只要阮向你认罪悔改，你就赦免阮，因为你的疼，阮的性命才会当国外继续向前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阮要诚心诚意为教会的兄弟祈祷，吕朝金弟兄赐下够用恩典，照顾家庭。陈金与姐妹有属天智慧，做合神心意的选择。李宜山弟兄赐下属天智慧，完成神学院论文。谢芷琪姐妹赐下属天智慧，健康身体，照顾家庭。林嘉文姐妹早日融入属灵大家庭，并参与服事。阮嘛要为教会建堂，甲侪事工献上感谢，恳求圣神引带，互阮所做
拢会当合你的心意。伫即个世界，有侪侪黑暗的所在，无论是战争、病痛、经济问题、心灵迷失等等，拢需要你的福音来拯救。阮伫遮献上祈祷，恳求天父怜悯保守。阮要为今仔日的礼拜献上感谢，愿圣神甲牧师同在，互伊会当传达你的真理，也帮助兄弟姊妹会当专心领受，伫生活中活出耶稣的生命。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17篇，也就是诗篇65章。我来启，请兄姐来应。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我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近你，罪压倒我。毋顾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青肥。上帝的雨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国。你灌溉田园，收平土地。落够夜的雨水，互土肉软软。你束福，互农作物大长。让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滴。山头用欢喜做大厦，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这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咱来共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诗篇50章第10节到12节。因为树林内的百兽，正山的精生拢属我，山内的飞鸟我拢捌，旷野的走兽嘛拢属我。我若枵，嘛袂甲你讲，因为世界甲万物拢属我。愿上帝赐福互听叹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主日学这时要用《无止境》这首诗歌带我们来敬拜上帝。
愿一切水的歌声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感纳。下面请林耀兴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无限》第3讲。等一下这平安。咱安尼伫咧用3个礼拜时间，都是隔周吼。咱同齐来认捌上帝5个无限。伫咱的第1讲的时阵，咱捌同齐来思考，就是上帝的迄个无所不知，甲着伊的也就是伊的全知，因为伊知影咱的一切，伊的搁以及咱要来来伫遐来分享着上帝迄个无所不能，伊会通安尼来成就超过咱的所求所想，所以伊是迄个全能的上帝。呀，咱伫咧第2讲的时阵，嘛有讲起着上帝的无所不在，透过安尼伊的无所在，所以伊永远拢无离开咱。搁咱嘛伫迄中间来分享着上帝的无所不见，也就是伊的全见。伊看见咱的性命，嘛看见咱所流的目屎。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完成咱最后一个主题，叫做上帝的无所不有，也就是上帝的全有。但是咱今仔日咱的信息，毋是干只有要来分享上帝到底有偌济，吼。咱是咱要搁来，搁较要来回答一个真要紧、真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尼到底一个认捌上帝、迄个无限上帝的人，伊到底要活出一个什么款的人生？因为真正改变生命的，毋是咱知影偌济的神学。乃是咱到底要活出一个什么款的无限上帝的生命？也就是讲，这个无限的上帝，伊到底甲咱到底有什么款的关系？这个上帝，伊到底安尼对咱有什么款？因为咱我靠伊，相信伊，照着伊的引带甲带领，安尼咱到底要活出一个什么款的人生？所以，咱要搁来，搁一摆来看上帝这个无所不有的这个这个上帝。伫咱今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去讲起着讲，因为迄个讲林间的这个百兽是我的，千山的这个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田野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伫这个经文内面，伊咧强调一件代志，就是所有一切，上帝伊拢知。伫这个在内底，伊讲我都知道。伫这个所在，迄个知，毋是干安尼认捌，搁较是伊拥有，甚至伊管理一切。伫第12节内面讲我若饥饿，这是一个假设性的一个陈述，伊是咧强调上帝的迄种自主性啊，伊家己有法度满足伊家己，伊无需要咱人。所以咱敬拜上帝，毋是伊需要咱敬拜，是因为上帝伊值得咱敬拜，上帝伊值得咱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伊。是伊期待咱会通参与伫咧伊伫咧即个世间的创造，甲着伊欢喜咱甲伊同齐来管理即个世界。所以上帝伊家己的迄种的迄个自主性，所以伊安尼讲伫咧上路尾讲因为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拢是我的。所以，迄个内底讲起着迄个世界，也就是指着迄个人所踮伫的即个地球，佮安怎充满是指其中所有一切，伫咧即个地球内面所有一切的内容。今仔咱住伫咧即个世界，咱其实还佫有真侪是咱毋知影的，尤其咱只不过是干咱安尼伫咧即个地球的外表，安尼一颗链转。但是咱到底咱？即个地球的内底面，还佫有啥物物件？咱事实上咱所知有限，但是咱的主伊拢知。
即个所有一切拢是伊咧掌管。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26节来讲啦，因为圣经讲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伫主。保罗伊伫遮引用的是诗篇第24篇第1节内面所讲的，伊伫遐强调上帝伊对一切的迄款的拥有性。伊有即个地球所有一切的即个拥有权，所以所有一切拢伫咧上帝的列理甲伊的掌管下面。伫腓立比书内面，保罗伊安尼讲我的上帝会照伊荣耀的丰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伊即个所在讲起，伊迄是咧一个咧，特别是讲到迄个荣耀的丰富，是咧讲起着迄个安尼，咱讲迄个表示上帝伊的丰富是荣耀的，是完全的。雅各书第1章17节啦，嘛安尼讲各样美善的恩泽和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啦，安尼讲，那要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伊有将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通过咱甲基督的结连赐予咱。伫咧咱头拄所读到这的经文内面，拢咧讲到一件代志，就是咱的上帝，伊的迄个专有是包含着第一个是迄个物质的丰富，一切受造物拢属伫咧咱的主，咱的上帝。过来，伊是迄个属灵伊嘛包括着迄个属灵的丰富，所以是一切迄个安尼，咱讲属灵的迄个福分，拢伫上帝的内面。过来，上帝的迄个无所不有内底包含是迄个关系的丰富，因为伊本身就是迄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伊的迄个伊有一个真丰盛丰富的迄款的关系。第四，伊是有迄个永恒的迄个丰富，就是上帝的丰富是迄个咱讲永不枯竭的吼。所以伫咧遮，伊要甲咱讲一项真要紧、真重要的真理，就是咱的主伊的丰富，毋是干那因为伊需要什么货，乃是伊本身就是迄个丰富的源头。可上帝伊所给予的，袂因为他给予，所以减少伊的丰富。上帝的供应是基于伊家己伊的本性、伊的本质，毋是因为咱做什么款的好的代志，啊，像咱伫咧即个民间信仰咧讲的功德，毋是咱做什么款的功德，所以咱会通领受伊安尼的迄个丰盛的即个恩典。这就较亲像咱的主、咱的上帝，咧讲起着伊的即个伊的布屋内面吼，就较亲像一个迄个无限的迄个泉源共款安尼永不枯竭的迄个泉源。咱的恩心长老因兜甲伊开一间店，叫啥物货？活泉鲜鱼汤，因兜有一口活泉。但是咱毋知影，佫会记无？伫咧咱台湾前一阵仔捌前几年前捌有一届咧缺水，全台大缺水，咧靠旱的时阵，就算讲即个活泉，伊出水嘛减少。咱的上帝，伊所供给的迄个恩典，伊袂因为伊供给赏赐互咱，就互伊的迄个布有减少。上帝伊的迄种就算讲有偌济人来对伊来那个取水，迄个泉水永远泉源拢袂减少。上帝丰富的亲像迄款安尼的迄个泉源，伊给予我们的越多，伊的丰富就哪明显哪显明。上帝的丰富嘛，咱亲像啥？亲像一个老爸共款，
一个富有的老爸伊拥有一个有安尼真大的巨大的财富，但是佫较重要的是，伊愿意来甲着伊的囡仔来分享伊的所有一切。所以当即个囡仔伊需要的时阵，即个老爸伊袂安尼，咱讲吝啬吼。当即个囡仔伊袂食的时阵，失袂的时阵，伊老爸会安尼毋若是干那供给，佮提供伊的引导。当囡仔受伤的时阵，即个老爸会供给予即个医治。迄就是咱的天父上帝，伊的迄个专有是迄款安尼无限供应的。就较亲像一个教会伊伫咧面临安尼真严重的即个财务困难的时阵，需要一笔真大的即个安尼迄个钱额吼，来去修缮教会的迄个安尼一寡需要破起来的所在。所以即个牧师就安尼呼吁众人伫遐来祈祷，相信上帝的供应。有一位姊妹伊是一个寡妇，伊只有淡薄的即个积蓄，但是伊决定伊要将伊所有的钱额所有的伊家己所积蓄的来奉献出来。伊的迄个奉献也鼓励一寡的遮的信徒，大家就伫遐来慷慨来奉献。最后即个教会安尼就安尼修缮毋若安尼得到完成，佫有剩。教会会通安尼展开一寡新的即个福音的时间。后来这位寡妇、这位姊妹，伊伫遐见证讲，我掠做我给予的，我给了上帝我所有的，结果我发现，上帝给了我更多。这就是一个对上帝有迄款信心，伊了解上帝的迄个富有所会发生的安尼，什么会活出来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咱会通看见，咱的即个无所不有的即个上帝，伊的专有带互咱有11重的即个恩典。第一个就是咱会伫迄中间学会知足。上帝知影咱真正的需要，所以保罗伫咧腓立比书内面来讲，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而说这话，因为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知足是伫咧一个基督徒会通安尼，当伊甲上帝相拄，伊了解到即个主，伊是迄个安尼无所不在、无所毋知伊阁是迄个无所不有的迄个主的时阵，伊就会通知影讲，伊伫迄中间，伊无任何的欠缺。今仔咱会通看见真侪时阵，咱反正咱所活出来的生命是咱有真侪的欠缺，所以咱的质感丧亡是亲像咱即摆的生活内面真侪时阵，咱拢丧亡时阵即个网络面顶有真侪遮吸引你的物件。互你会感觉讲你有啥物款的欠缺，你有啥物款的需要，所以你就一直买。但是你若真正咱的生命若认捌咱的即个专有的主的时阵，咱一无所缺的时阵，咱就袂有对迄款安尼迄种即个俗世即个世间所伫遐对咱所咧讲的迄款安尼迄个，互咱。安尼不断伫遐有侪迄款，咱讲需要，咱就会伫迄中间，无论伫咧啥物款的境况，咱拢会通知足。第二，咱会通伫咧迄中间，安尼第二种的即个稳定，就是咱会通伫遐来慷慨来分享，因为咱知影一切拢属伫上帝。所以，咱只不过是干那是主的管家。所以哥林多后书内面安尼讲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上帝爱乐捐的人。伫迄中间，咱真清楚知影讲，咱今仔咱所拥有一切，拢是上帝的，咱只不过是甲管家。上简单就是当咱人啦，上帝将咱迄个最后一口气。甲咱收起来的时阵，你原底你所积蓄的、你所拥有的，
拢归伫别人。虽然讲迄个别人有可能是你的囝儿，有可能是你的亲人，但是遐个袂归伫你，你嘛早袂去转去到上帝遐。咱只不过是甲他管家，安尼咱应该着怎样来好好啊来管理上帝所交代咱的。第三，咱第三种的稳定是迄个信心的迄个仰望，上帝的供应是迄个无欠缺，所以主耶稣伊伫咧马太福音内底讲，伊安尼讲，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安那积聚粮食伫即个安尼仓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恁兼无比因较贵用嘛？所以上主耶稣已经伫即个中间来对咱来安尼，搁一摆来咱讲挑战咱到底咱有信咱的主啊无？咱敢无相信伊安尼供给无欠缺？这也是今仔日咱会通看见，伫咧咱的教会，咱伫咧讲到咱讲到建堂的时阵，讲到迄个建堂的金额遐尼啊悬的时阵，咱心内有侪担忧。今仔日咱所需要的是做咱应该爱做的代志。咱伫遐来安尼回应上帝对咱的恩典，咱伫遐来奉献，咱嘛伫遐来安尼，亲像伫咧今仔日咱的周报内面有讲到一寡建堂的事工，内面有讲起着，咱做咱应该做的代志，做咱会通做的代志，剩的代志迄是上帝的代志。建堂所有一切才会欠缺，迄个上帝拢知影，因为迄是主伊要爱咱建堂的，伊会供给所有一切。咱只有参与伫咧伊的即个爱咱参与，同齐来看见伊的迄个布是怎样安尼有够咱安尼无所有的即个欠缺。所以咱需要的就是爱回应，爱来献上咱对上帝的感恩甲懊恼。所以咱会通了解所有一切美好的恩赐，拢是对上帝来。诗篇内面安怎讲起，就讲我的心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咱今仔咱做一个基督徒，有当时咱犹原会感觉讲我伫咧即个世间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我的成就、我的名声、我的所拥有的一切，那亲像拢是我所做的，我所得的，我所安尼讲，我去得到的，那亲像是。但是今仔日，若毋是上帝甲咱同在，上帝保守你，你今仔日会通看见有偌济人，伊就算讲伊拥有偌济，结果有可能伫咧10000年久就安尼拢拍无，因为上帝若无为咱固守，你所有一切拢到尾啊会归伫空空。上简单的咧，就是中国的恒大的财务敢无？安尼会讲，咱讲富可敌国，但是因着一个美中的贸易战，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体系，安尼瞬间的瓦解。安尼，咱到底要挖靠什么货？咱应该将咱所有一切，咱所拥有的，来献上咱对咱的主，来献上咱应该有的迄个称赞，来感谢伊，学到伊。过来，咱嘛应该需要谦卑来承认，就是咱所有一切拢是对上帝来。保罗伫咧哥林多前书内面安尼讲，伊讲那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所有的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咱今仔咱拥有的一切，咱需要就是伫遐来谦卑承认。咱所有得到，上帝为咱让互咱的，拢是因为伊的恩典，所以咱无有啥物通好可夸的。这也就是我昨遮甲着迄个秀敏姐伫遐分享，特别是做一个牧师叫做对阮来讲叫做何德何能。
会通成做上帝的奴仆。所以今仔日咱何德何能够成为上帝国的当中的一份子？若毋是上帝的恩典，你有可能你犹原还阁伫咧即个世间伫遐咧憔悴，伫遐亲像咱遮的福音朋友安尼逢庙必拜，伫遐咧憔悴迄个上帝。但是咱今仔咱会通伫遮来安尼领受上帝恩典，咱需要来伫遐谦卑来承认，咱所有一切拢是对上帝来，可咱所得到的。咱无伫遐来乌白来去吞达，乃是咱需要的是爱用有智慧来去管理咱所拥有的。上帝，咱需要做迄个上帝迄个中心的迄个好的关系，咱无伫遐乌白来乱来使用。就较亲像咱建堂委员会，咱讲要建堂，咱亲像安尼讲要建堂，到即马安尼已经偌久的时间啊？有人算过无？我们说从建堂，我们说要开始建堂，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咱已经用将近5年的时间，对讲建堂，一直到即马，安尼已经5年啊。是安怎？因为咱伫遐要做一个好的关系，用着。安尼，上帝的智慧伫遐来不断伫遐来计划，伫遐来思考，到底咱的教会，伊上帝伊爱咱伫即间教会，咱要起一个什么款的教会？所以咱所计划的是迄个伫咧未来20年、30年了的迄个世界，咱的教会到底咱要提供一个什么款的一个礼拜的场所？通互咱的后代的子孙来用，所以有可能咱建堂了以后，有的人甚至有可能伫咧即个建堂的过程内面，伊看袂到建堂了的状况。有的人伊嘛有可能建堂了，伊无法度真正安尼，咱讲享用即个礼拜堂。但是咱却是将即个留落一个安尼真安尼。咱讲真美好的一个礼拜堂，留互咱的后代，互因有一个真好的场所来伫遐来敬拜上帝，来甲上帝相亲近，安尼敢毋是真好？所以咱用有智慧来去做迄个上帝迄个钱财的迄个中心的迄个好的关系，安尼的时阵，咱就会通安尼伫咧。当咱较主面对面的时阵，咱会通伫遐安尼主伊通讲好佮尽忠的路幕，通入来甲我三个同齐道。第七，咱伫咧中间这经文就是迄个主耶稣伫咧路加福音内底所讲的，所以恁对不义的钱财若无老实，啥人要将真正的财宝交代恁？这个就是安怎咱的建堂委员会。会用到遐尔长的时间来伫遐咧伫遐安尼计划，咱无凊彩乌白做，所以咱期待做迄个上帝好的关系。第七就是咱需要有领受的是迄个安尼第七个迄个恩典，就是迄个有迄种怜悯帮助，用上帝互咱的去帮助迄个有需要的人。和使徒约翰伫咧即个约翰一书内面讲安怎？伊讲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隐的心，上帝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呢？所以咱会通领受的，就是因为上帝的富，伊的迄个无所不有，所以咱伫遐来分享上帝伊所让互咱的，咱也伫遐来分享。就咱，因为咱参与伫上帝的伊迄个业力的内面，咱参与伫迄个关怀即个弱势者，上帝听伫咱的中间来安尼布现。这也是我一直安尼论真讲我诚做一个南洋教会的牧师，我会通讲我真
安尼光荣的代志，就是咱南洋教会关心这弱势者的迄个心是会通值得学乐的。这毋是我咧夸口，真正对我的母会开始，一直到我后来去到伫新人院实习，后来到伫牧会，我毋捌看过有一间教会关心弱势者，迄款安尼迄个关心的程度，迄个钱额。所以咱既然有法度关心遐尔啊侪软弱的肢体、主内的肢体，咱咧担心咱的建堂，你袂感觉讲迄是一种足大的讽刺吗？咱参与伫上帝的迄个恩典的施恩祝福的内面，敢讲上帝要让互咱吗？这是咱若去看，咱今仔的周报，当然你看袂出来。咱若是逐礼拜，其他的礼拜因为顶礼拜咱去培灵会，所以咱的迄个无迄种对外是啥物会。咱不管是伫咧对外，是伫咧咱家己主内肢体的迄个欠缺，咱有对上帝来迄个满满的疼咧关心遮的弱势者，上帝伊拢看在眼内，所以这是咱会通讲是咱安尼上大的迄个利基，因为咱有甲主相个同工，主伊也的确安尼看到咱所做，所以咱伫迄中间，咱嘛领受上帝的迄个一个简朴生活的迄款安尼的迄种稳定，就是咱无互即个物质来甲咱奴役。咱伫迄中间亲像保罗伊所讲的，讲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所以咱无真请赢，牧师嘛袂爱讲起一个礼拜堂是一个迄种叫做千人万人的迄个礼拜堂。我毋知咱捌听过有诶牧师会强调讲因为看见有迄种足大间的教会，迄种mega church。教会若大到一个程度，该分出去就爱分出去。搁伫遐起一间足大间的礼拜堂，你敢想讲迄间礼拜堂要容纳那么多人？不用多，不用1万人，5000人的教堂，那个礼拜堂要多大？也不用5000了，1000人，那个礼拜堂要多大？单你要来做礼拜，冷气单要先开多久？敢若冷气还袂做礼拜，敢若冷气开始开，送电开始，冷气开始放，几点钟？放甲你感觉讲开始会凉安尼才会通做礼拜，迄爱浪费偌济资源。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所以咱既然要做上帝好的管家，咱量力而为，伫咧教会内面同款，伫咧主的所让予咱的每一个场域，伫咧咱的家庭拢同款，有衣有食就该知足。所以咱搁较期待是咱所领受到的恩典是咱是爱参与伫咧迄个永恒的迄个投资的内面。所以咱是爱积攒财宝在天。主要说甲咱讲要积攒财宝在天，咱就要积聚财宝伫咧天顶，因为伫咧迄个面顶是无通加。嘛袂生身，嘛无贼甲咱挖空来偷摕，所以咱所领受到的迄款恩典是安尼的恩典，是上帝为咱固守的。第一，咱是倚靠上帝的供应，咱无倚靠迄个无定着的钱财。使徒保罗伫咧提摩太前书内面讲，至于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你要嘱咐他们，不要自高。也不要依赖靠不住的钱财，要依靠那后世万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伫迄中间真清楚甲咱讲起着，咱伫迄中间，咱是倚靠咱的主，咱毋是倚靠人。
搁较毋是倚靠即个俗世的即个钱财。咱来甲看见讲进前咱台湾内面迄个股票市场共款，因为某一个原因，股票市场就安尼起起落落。有当时嘛有可能一夕之间，你的股票就要变变纸。所以咱到底要倚靠什么货？咱所倚靠的是上帝对咱的迄个供应，上帝对咱的迄个保守。过来，咱若干那安尼念，毋是干那倚靠上帝的供应，咱搁较爱传递上帝的这个丰富，互别人认捌这位丰富的上帝。所以保罗伫咧哥林多后书讲，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所以咱需要咱来不断来人来传。咱头拄已经讲去，上帝伊的富足，无因为伊赏赐互咱，伊就来伫遐来减少。所以咱就通伫这经文内面看见讲，伊本是富足，为着咱来善车，诚做善车，敢真正善车嘛无啊？是要互伊的善车诚做咱的富足。佮咱要想想，头拄咱咧讲。伊的恩典甲伊所拥有着的，既然是袂减少，安尼伊的善车诚做富足是变做啥物货？是不是我们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是富上加富吗？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真正认捌这个专有的这个主，所以咱会通伫咱的生活内面。会通好好来去想，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内面来做改变。所以咱需要改变的是咱的一寡咱的迄个咱的迄个咱讲迄个观念，爱需要改变。咱来从缺乏变成感恩。咱每一天爱需要去思想的，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拢是恩典。所以一个感恩的人，比一个较好嘅人更较快乐。会晓感恩，因为伊知影伊所有一切拢是对上帝来。伊伫迄中间，伊袂伫遐有做的比较。有的人安尼已经安尼拥有足侪啊，但是伊看到别人比伊较侪一点尔，伊心内就伫遐咧硬摇，伫遐咧袂爽快。所以咱需要改变，爱对迄个善车诚做迄个感恩。第二，咱需要去掠调从对迄个掠调，对迄个雅各的迄款安尼的性命，诚做迄个分享的性命。是安怎讲叫做雅各的性命？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抓住。咱无需要枝干掠条条，咱需要是放手，互上帝伫咱的性命内面去成就一寡伫咱无法度想象的。因为咱知影。所有一切拢是上帝，所以咱愿意来慷慨来奉献，也愿意来去乐意去帮助遐有需要的人。咱帮助有需要的人，毋是迄种烂好人吼，咱是真正讲帮助在那个刀口上，爱期待伊，就是我们在说的，要帮助这些人，让他们有钓鱼竿，而不是只是给他们鱼吃。所以咱伫迄中间，咱伫遐来帮助着这弱势者，互因会通来得到成长，互因会通来以后嘛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第三，咱需要对迄个忧虑来变做迄个信口。马太福音内面讲你们天父尚且养活飞鸟，既然知道上帝知道，他是拥有那个万有的。所以咱嘛确信，伊的确要照顾伊的儿女。所以咱爱需要对迄个忧虑的迄个过程内面变做信靠。咱无安尼定活伫咧迄个忧郁，甲着迄个忧愁的迄个中间，乃是咱知影，伫咱的一生内面有咱的主通靠。第四，咱需要对迄个自我变做迄个荣耀主的迄款安尼的人生。咱无搁再一直不断伫遐想着咱家己我什么不断的跟他想到自己，
乃是咱欢喜来将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所以咱人生的迄个上大迄个目标，毋是咱累积偌济，乃是咱到底咱伫咱的生命内面要荣光主偌济。所以弟兄姊妹，咱伫咧连续安尼伫这三个礼拜，咱讲3个隔周的礼拜当中，咱所分享的这个信息，咱会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上帝伊即个五个无限，伊毋是迄种抽象的迄个神学，乃是咱伫咱每一天内面，咱拢会通去经历到的迄个真理。所以咱需要是咱伫咧咱的祈祷内面安尼会通伫遐安尼好好来伫咱的生活内面来有做无共款的改变。咱透过咱的祈祷生活的变化，因为咱知影上帝的无所不知，所以咱会通安尼来伊伫遐来倾心吐意，将咱的欠缺伫遐来讲，也将咱的所领受到来归荣光给上帝。咱无需要去解说咱的迄个所拄着的代志，因为咱的主伊无所不知，敢毋是？所以咱的主伊也是迄个，因为伊的无所不能，所以咱会通安尼，迄个咱掠做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咱伫迄个中间来放伫咱的祈祷内面，将迄个无可能变做可能，因为咱的主伊是迄个无所不能的主。咱若透过伫咱的祈祷内面，咱会通亲像知影，因为咱的上帝是迄个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咱安尼会通随时随处随地安尼伫遐来祈祷，因为主伊伫咧逐所在，伊拢听咱的祈祷。所以不管你是咧行路，你伫咧做工课，你伫咧安尼，包括安尼所有你的生活作息，拢会通伫咧拢用放伫咧你的祈祷内面，来甲咱的主安尼时常有迄款的对话。咱会通，因为咱上帝的无所不见，所以咱伫咱的祈祷内面，咱也会通做一寡无共款的改变。咱会通真诚实来去承认咱家己的软弱甲咱的罪，因为伊既然是迄个安尼迄种无所安尼讲无所不见，所以咱无处可躲藏啊。所以既然我们无处可躲藏，为什么我们还要隐藏自己的软弱跟我们的罪呢？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安尼，咱会通伫咱的祈祷的生活内面做一寡无共款的改变。咱也会通伫咧咱的祈祷生活内面，会通去了解到咱的主，伊是迄个无所不有的主，所以咱会通真大胆来伊来求，因为伊是迄个丰富的供应者。所以咱嘛是将咱的嘛是会通从期待唤起咱所有众兄弟，咱拢会通诚做即个伫咧咱的建堂的时阵，诚做迄个代祷者。咱安尼小会有将咱的即个周报做一个改版，内底有安尼刊登那个建堂的迄个事工，咱就会通伫咧迄个建堂的事工内面。咱不管是啥物款的代志，咱会通伫咧祈祷的时阵就甲变起来，来为着咱的建堂或者的事工来伫遐来祈祷。你一边伫遐祈祷，上帝的神圣神就伫你内面伫遐做工，互你看见我会通来为着教会做啥物货。有可能你拄仔认捌到一个安尼真好业的即个你的亲人朋友。也是企业家，你伫遐会通甲伊讲起着你因为你认捌教会即个建堂的是安怎要建堂，你会通伫迄中间来甲伊分享。伊嘛有可能因为你所对伊的分享，甲教会所要以后所要做的会伫迄中间，伊伫遐有可能因为听到你的分享伊也欢喜伫迄中间来参与伫咱的建堂的即个事工，敢毋是？所以咱透过咱不断伫遐来祈祷，来主求，主伊就安尼将安尼讲，伊就调动万有来到伫主的家己的教会，因为主伊讲啦，讲金是我的，银嘛是我的，所以咱所有一切拢既然伫咧上帝手中，上帝伊会调动万有
来参与伫咧伊即个教会建堂的中间。第二，咱会通伫咧有一个款的改变，就是咱的人际关系的改变。互咱既然咱认捌咱的主，伊是迄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主的时阵，伊个是迄个无所不会的主的时阵，咱需要的是欢喜来安尼宽恕，容易变得安尼，容易来去饶恕人家对我们的迄种安尼对咱无好的所在。因为咱爱知影上帝知影一切，伊的伸冤，主安怎讲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但是当我们自己伸冤了，那神就不为我们伸冤了。但是你的伸冤，你是按照着你自己的理解在伸冤，但是上帝他看透万有，看透万事。你所伸冤的，有可能你是成为别人的迫害。安尼的时阵，咱到底是活伫咧主伊的性命内面，是咱是活伫咧即个俗世的即个世间的价值观。咱人际关系的改变内面，一个咱疼心会通得到激励，因为上帝疼，大声来疼咱，所以咱欢喜来分享，咱的服侍会搁较有气力，因为上帝拢看见咱伫咧伊面前所摆上的，咱也伫迄中间，咱分享。会通搁较慷慨，因为咱知影，咱所领受到一切拢是属伫主，所以咱就无伫迄中间，伫遐安尼吝啬，乃是咱欢喜来甲人分享，就咱甲人的关系会哪来哪得到改善。第三，咱伫咧面对着即个困难的即个时阵，咱无搁再有惊吓，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咱无搁再绝望，因为咱上帝伊诚侪。伊做成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无伫咧中间，咱无搁再安尼有拄着任何的孤单，因为伊甲咱同在，伊是迄个无所不在的主，因为上帝伊完全了解咱，所以咱就无有复杂，嘛无有任何的欠缺，因为上帝伊的确供应咱的需要。好，我们不是活在那个想要的当中，而是活在那个需要的当中，上帝就必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第四个，咱的性命需要做什么款的改变？咱伫咧咱的性命生活的态度顶面，咱需要搁较谦卑，因为咱认捌上帝，伊是迄个伟大的主，就咱会通欢喜来屈谦卑，屈给咱家己，看见咱家己的软弱，咱就会搁较感恩。因为咱看见上帝，伊会丰盛恩典伫咱的中间，咱会搁较欢喜，有一个满心欢喜的心。因为咱知影上帝是疼，咱会通有满满的平安。因为信靠上帝，伊的气力的确甲咱相合伫地。所以结尾来讲，弟兄姊妹，今仔日咱同齐来探讨上帝这5个无限。迄毋是要满足咱的迄个好奇心，咱是要为着要改变咱的性命。当咱真正认捌这位无限的上帝的时阵，安尼咱的有限的迄个性命，咱就要进入迄个无限。咱有限的知识要拄着上帝无限的智慧，咱有限的能力要拄着上帝迄个无限的大能。搁上帝。伊迄个咱无限的，咱有限的迄个存在，要拄着迄个上帝迄个无限的同在，搁咱迄个有限的眼光，要拄着上帝迄个无限的监察，咱有限的资源，要拄着上帝迄个无限的丰富。这也就是迄个叫做寡妇的那2颗的小钱所讲的。所以咱因为咱的有限，但是咱欢喜互主使用。咱认捌咱的主的时阵，就迄个有限，咱有限的人生，要因为咱有主通靠，咱就要过着一个无限的人生。搁咱伫咧咱，这也意味着就是咱伫咧咱的人生内面，咱无有啥物款的问题大过上帝的智慧。
搁安怎？咱无任何的困难，会超过上帝的能力。咱的主安怎讲？伊讲你所遇到的都是怎样？上帝允许的，也是上帝都是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所以，咱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远离上帝的同在，嘛无任何的稳密的代志会通躲过上帝的耳目，嘛无任何的需要会超过上帝的供应。所以，就兄弟，咱是毋是咱欢喜安尼活一个迄个无搁再是活伫咧迄种有限的人生？咱要对一个有限的人生，咱要因为有主，咱要活出迄个无限的迄个人生。所以，如果咱今仔日也未明白这位有限的无限的上帝，安尼牧师要搁一摆来邀请咱，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你的救主。我讲的是真正成做你的救主，毋是干那只有知，咱是真正落实伫你的生活内面，你的所有一切会行做的内面。因为只有透过耶稣，咱才会通真正明白这位无限的上帝，佮经验到伊迄种无限的迄个丰富。如果咱已经是基督徒，安尼牧师嘛要来搁一摆来挑战咱，这五个无限要安怎来改变咱的生活？咱会通互上帝无所不知来消除咱的焦虑。当咱生命当中有任何的焦虑的时候，咱是不是应该搁倒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明白这个无所不知的上帝？咱嘛爱互上帝迄个无所不能来搁一摆来激发咱对主的信心。咱只有伫咱的生命内面，搁较济来去安尼经验去拄着，甲咱的主相拄。咱只有敢若更多的经历主啊！今仔日咱看见，咱伫咱的中间有侪信徒是迄种安尼几落代的基督徒，但是咱若是对以色列人来看，咱就会通看见迄款安尼的性命，就是以色列人因出埃及，咱敢若看这个圣经，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因对出埃及一直到进入埃及，这个中间过了多久啊？40年。可是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因个得地为业，安尼个偌久？当咱对士师记内面，咱就通看见，士师记内底安怎写？伊写讲，当有那个不认识约书亚的人。这个再过来看，开始这样的这个迦南地原底已经以色列人住踮在内面，但是因为这的百姓已经无认捌上帝，一个领受上帝恩典遐尼啊济的一个民族，是安怎到尾从哪无认捌上帝？因为无传。今仔日咱伫咧住伫咱即马即种安尼真安适的即种的环境内面，咱会通看见今仔日教会内面偌济，即系讲几落代的基督徒的儿女，有的人因看见家己的父母，就无爱来教会；有的是安尼，因为父母无真正会通安尼有好的迄款安尼信仰的传承。无伫遐来讲，无伫遐来传，所以就算讲这个囡仔，伊就知影讲基督教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对因来讲，迄是父母的信仰，迄是阿公阿嬷的信仰，毋是因家己的信仰，因家己无有经历，所以咱做一个父母，咱需要带着囡仔，咱的世世，咱的囝儿孙来到伫上帝面前去经历上帝，去经验上帝，因才有迄个信心来。对上帝
来去搁较侪的信靠、倚靠，因才有法度知影讲，什么叫做上帝的迄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甲无所不见，以及无所不有。因为无经验啦。我今日嘛要来讲，今仔日咱伫遐做礼拜，咱礼拜堂空间还阁有遮尔啊侪位，啥哪有一寡人去坐伫咧绿地教室，啥哪有一寡人去坐伫咧教育厅。我要谴责你，咱来做礼拜是要来甲上帝相拄，啥哪你去坐伫咧迄个所在？咱的礼拜堂敢空间空到即种程度，啥哪你来做礼拜，结果是去坐伫咧绿地教室，甲坐伫咧即个教育厅。牧师做不爱讲这个代志，好像是给牧师面子，不是啊！你来到上帝的殿宇，你竟然是回避上帝啊！你不来见上帝的面，这是什么样的信仰？有当时认真讲啊足硬气的，讲啊即种的，我真正心中有要疼。做一个牧师，认真讲，安尼嘛足失败，因为信徒家己袂入爱来礼拜堂。你来到伫礼拜堂无亲近主，你做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你到底活出一个什么款的生命？互上帝迄个无所不在，伊敢有互你真正平安？啥哪你只敢安尼哀爸叫母？上帝无所不见，咱是毋是真正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上帝无所不有，伊是毋是有激励咱有迄款安尼慷慨的心？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好好搁一摆来思考，咱会通有一寡好安尼，会通一寡行动，会通伫咱每一工提醒咱家己上帝无限的时阵，咱一个早起时的时阵，咱就会通互咱家己有一寡提醒。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会通来想起上帝的能力；咱拄着感觉孤单的时阵，会晓去上帝，记得上帝伊同在，伊欢喜你。咱伫咧面对试探的时阵，会记得上帝伊安怎看见伊监察全地。咱拄着欠缺的时阵，咱爱记得上帝伊安怎供应咱所有一切需要。搁咱需要是不断爱来人来分享上帝无限，朋友来伫遐来见证上帝的奇妙，用着上帝的真理来去安慰去扶持这忧伤的人，用着上帝的标准来去挑战，在生命内面有一种妥协。面对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你不要用属上帝的这个标准来去挑战。咱就要凭着上帝伊的应允来去鼓励所有一切这软弱的人。咱是毋是有听调上帝的话语？咱需要伫咱的主的教会内面，好好来去实践上帝的无限。咱凭着信心来参与伫各种的这事工顶面，咱伫遐欢喜来慷慨来去支持上帝的工作。咱伫遐真诚恳、真真诚伫咧基督内面，咱伫遐彼此来代祷。咱毋是伫遐讲主啊，我毋是亲像迄个猫咪人共款。我是伫遐讲主啊，咱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咱伫遐来彼此来为着具体的需要，咱伫遐来代祷，勇敢来主来安尼来倚靠主，来成做一个得胜基督徒，来互主的名，因为咱来得到应得的荣光。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今仔日即三礼拜牧师所分享到。安尼伫上帝即5个无限的内面，倒一个真理上会通安慰你现在你的生命？为什么？咱会通好好来想，圣神伊安怎对咱讲话？你是毋是有欢喜以有缘来？你有缘是干那倚靠你家己的有限呢，还是你安尼欢喜来去倚靠、去信靠即个上帝无限？
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看见咱家己的性命的状况，咱欢喜伫迄中间来操练咱家己性命。第二，咱迄个上帝迄个无所不有的迄个真理，敢有改变你，搁一摆来看见迄个对金钱的，也是时间，以及咱的温数奉献的即个态度。第三，咱未来的即一礼拜，咱要怎样来去实际来去活出一个有限的人生，信靠即个无限的上帝。互即个无限的上帝，伊真正会通伫咱的即个有限的人生内面，咱会通活出迄个无限的迄款生命。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迄个无限的上帝。感谢你的无所不知，互阮伫咧安尼迷茫的中间，互阮有方向；伫困境的中间，阮有答案。感谢你的无所不能，互阮会通伫软弱中间有气力；伫咧绝望的中间，主你赏赐阮愿望。主啊，阮也感谢你的无所不在，互阮会通伫咧孤单的人里面有陪伴，伫咧黑暗的中间有光明。我也感谢你的无所不见，互阮伫温柔的中间有监察，伫痛苦的中间有主你的理解。主，我也感谢你无所不有，互阮伫咧欠缺的中间有供应，伫咧需要的中间有满足。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毋是只有头脑认捌主你的无限，搁较会通伫阮的生活内面去经历着你的无限。愿阮的生命会通诚侪你迄个无限阳光的见证，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你，来归向你，愿阳光归伫你，对他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18首。圣诗第18首，请起立来吟全首。我是我上帝，主来引我的背，天地万物三界影响。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见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乡中过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殿，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庄方美长老、李恩新长老来书献。若有第一遍来的朋友，唔知影奉献意义的，通唔免奉献。起立，来吟奉献诗歌。那这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请。要嘛袂甲你讲，因为世界甲万物拢属我。诗篇第50篇12节。下面是迎新报告时间。请问有第一次来和我们聚会的兄姐吗？请您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那请大家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第2堂礼拜结束后将召开小会。第2点，7月5日下主日是合堂，礼拜中举行圣礼典，结束后备有爱餐。第3点，7到9月行事历放置招待桌，请兄姐自行取阅。第4点，7月15到18日主日学要举办暑期儿童夏令营，请兄姐关心代祷。肢体消息，1、2点，请大家自行过目。第3点，9月7到9日，七星中会妇女事工部举办信仰灵修关怀之旅，即日起至8月2日止接受报名，欢迎姐妹们踊跃参加。详尽内容请洽妇女团契会长。代祷事项请看代祷函，也请花时间为兄姐们祈祷。上周聚会概况，请大家过目。本周及下周侍奉表，请大家过目，也请服侍的兄姐预备。再来是会计报告，请大家过目。若有疑问，请找财务同工修正。请问牧师要补充？好，这时请咱来吟上吟的诗，圣诗第389首，圣诗第389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兄弟。
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